在2020的选举里面，就是蔡英文总统拿了817万票，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得票数。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得票数也可以就是让蔡英文总统去展现他修宪的决心，然后为未来的世代去打造一部更好的宪法，这样子，让年轻人以及不同的公民都可以在2022年一起来投票，一起来打造一部属于台湾自己真正可以落实、真正可以保护台湾人权利的一部新宪法。就是修宪这条路其实非常长，而且蛮辛苦的嘛，所以我觉得即刻开始行动，而且我们一直把这件事情就是当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在推行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全体台湾人应该要有同样的一个共识，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努力。